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食得走得，我係德德。今集我去到位於深圳地鐵5號線嘅寶華站。喺寶安中心區有好多道路嘅命名都帶有特定嘅象徵意義。寶安嘅寶係取自寶安區嘅區名。寶安之名源於古語得寶而安，代表當地嘅歷史根源。寶華嘅華字喺中國城市道路命名中常代表中華或者繁華。寶華路位於寶安區嘅核心商業與文化地標區，寓意該地區繁榮興旺。如果喺深圳灣口岸站出發，搭14號線搭2個站去到後海站，喺後海站轉乘11號線搭2個站去到前海灣站，再喺前海灣站轉5號線搭2個站就去到寶華站啦。車程大概33分鐘，總共6個站，中途轉2次車。如果喺福田口岸站出發，首先搭10號線，搭3個站去到江夏北站，喺江夏北站轉11號線，搭7個站去到前海灣站，喺前海灣站轉5號線，搭2個站就去到寶華站啦。車程大概46分鐘，總共11個站，中途轉2次車。如果喺羅湖站出發，搭1號線，搭21個站去到前海灣站，再喺前海灣站轉5號線，搭2個站就去到寶華站啦。車程大概1個鐘，總共23個站，中途轉乘1次。如果你喺蓮塘口岸站出發，搭2號線，搭8個站去到江夏北站，喺江夏北站轉11號線，搭6個站去到前海灣站，再喺前海灣站轉5號線，搭2個站就去到寶華站啦。車程大概1個鐘，全程15個站，中途轉2次車。繼續睇片之前，提提大家，訂閱係免費嘅。如果你未訂閱嘅話，記住幫手訂閱，撳埋個鐘仔就會收到最新嘅影片。睇完之後，記住撳一撳手指公，俾個 like 我啊！我哋今日嚟到位於深圳地鐵5號線嘅寶華站，喺車站嘅 A1 出口一出，就見到灣區之眼啦。今日嘅天氣好好，呢度又起得咁靚，梗係要打個卡先啦。好似賭場，人哋文化嘢嚟㗎，賭場。哇，好涼啊！喺地面呢一層一入到嚟，呢度就係書店。行到嚟中庭望一望，呢度有5層。呢度有各類型嘅書籍，呢一層就有歷史同埋傳記，有閱讀頭等艙添。幾靚喎呢度！
呢度嘅閱讀頭等艙設有靠窗卡座、2人座、4人座等等，仲可以滿足40人以內嘅團體活動。入邊仲有即磨咖啡、茶飲、汽水同埋輕食。原價1日1個人128蚊，體驗價98蚊。呢度嘅營業時間係星期日至星期四朝早10點至到晚上10點，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就由朝早10點至到晚上10點半。呢度除咗有書賣，仲有好多精品。呢度仲有咖啡飲，仲要國際咖啡大賽喎，金獎。而咖啡室嘅環境仲好舒服添。有得俾人坐啊，幾好，太舒服啦！呢度嘅環境，空間又夠大。呢一度除咗有關於藝術嘅書籍，仲有畫畫嘅用具、寫毛筆字嘅用具。上多一層，有關於音樂嘅書，仲有 CD 同埋黑膠。唔怪之頭先見到咁多人影相啦，原來呢度係透明玻璃啊！呢一層 L2就有間客家小館，呢度望返出去有間 JW 萬豪酒店，呢度可以望返入去書店。呢度仲有個相機，係 AI 生成嘅相機，不過整出嚟可能會失真。如果介意嘅話，就唔好影啦。呢個商場分為南面同埋北面。我哋而家身處嘅書店就喺北面。如果想揾兒童嘅書籍，就要去南面啦。兒童書店喺南區 B1。前面呢座就係 JW 萬豪。呢度都有咩？哇！呢個咩嚟㗎？呢個係咩嚟？下邊有麥當勞、味千拉麵。那邊有啲店。再落多層就係咁啦。粵文書園。B2呢度呢就冇嘢，淨係得間隨行同埋停車場。呢邊係北，咁南要去嗰邊海天連廊添啊，圖書館仲有。今日都幾舒服，幾大風。南就應該呢邊上去。呢個唔知係咩嚟，有冇寫啊？太空軍呢度係四維空間科幻體驗中心。哦，嗰邊就係南。
都幾大喎呢度。呢個叫做寶安青少年宮。依家唔知係咩呢？深省車城深省嗰邊有個灣區民族館，呢度下邊有個美術館。有人放風箏。原來呢座係少年宮，青少年宮，隔離係圖書館。呢座係萬豪酒店，呢度有個深圳恐龍博物館。頭先我哋喺呢邊行過嚟啦，灣區之眼呢度有摩天輪。呢度有個好大隻恐龍。今集就分享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嘅收睇。睇完今集之後，如果你都想同親戚朋友一齊去深圳書城灣區之眼嘅話，就記住分享呢條影片俾佢哋睇啦。最後祝大家行得走得食得瞓得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